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7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咱个继续来关心新北市三重保洁建案工程造成边仔厝倒去加载无人受伤，市政府嘛扩大撤离附近的民众，目前是疏散超过200个厝边，初步是认为是乌地基造成的，详细原因爱个厘清。干部局嘛表示讲，今仔土木技师会来勘查，确定讲安全无问题，就开放民众登去处理快物件。乌土机继续动工，展开拆除作业，规涂骹拢是厝的残骸，多加时间遭小力，赶紧清理完。建安工地的2侧邻房已经不复存在，中级局进驻拆除，避免灾害又扩大。因为6号晚间左侧房屋突然无预警倒塌，倒了。有居民亲目睭看到厝倒去的惊吓场面，工程一时变作废墟，住户未好早早给会，拢方紧急撤离。那个猫来我们家才5个月，还生了4只小宝宝，那他们现在母子都5只在里面。听到184瓷砖掉落，马上3秒钟，整个房子都倒下来，我就赶快开门叫老公赶快跟小孩子逃出来。捌有住户积极要登去摕物件，互工程人员好劝。这个事故导致新北市三中部区的6张街，一个建案工地在时间规定造成林损。新北工务局决定初六暗要拆除起甲真严重正边的厝，想要到煞是倒边的厝先倒。崩塌这个有涉及到原来的整个地下室这个开挖过程的工序，甚至在整个降水过程或者是在抽水过程有无异常的一个讯号。官方初步判定建商开挖地基造成灾祸，也不过动工的过程除了水费沙石等外在因素，检视涉及人为疏失，也是所落来的调查重点。新北市场考究局强调会追究业者的赔偿责任。负责施作工程的业者一定要负起损害赔偿的责任。今天早上我们也会同了技师工会，那如果检视如果是安全无虑的部分，那这部分我们也会让这些目前这个预防性的住户，然后能够顺利的回家。到初7早起，当地区公所统计已经疏散超过200人。工务局表示，目前只拆除工地2边的厝，其他面积继续监测，也会看抢灾进度，确保安全无顾虑了后，才开放民众登去。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新北市三重保洁建案可能是因为乌地基造成边仔厝倒去，加载是无人受伤。目前台语台记者人嘛伫现场，市长侯友宜今仔早起嘛搁再去关心，嘛强调讲会来帮居民讨赔偿，照顾民众安全。那么来看现场上新的状况。是记者今日伫咧新北市三重保的6张街技术因为工地建案地势徛家起起倒去的现场，即摆使看到不管是昨暗时倒去的184号，也是严重起起的190号，拢已经互大型机具拆了了。现场也一直有这个大型沙石车入来，甲物件全部拢载走。因为新北市长侯友宜咧，要针对这个事件来公布因上新的看法，来看伊是安怎讲的。除了安全检测完以外，因为年关将至，很多受人安置的市民朋友，我们的社福单位会来做好他们在年关的能够得到我们政府的照顾以外，也能够让他们平安过这一年。当然，今天下午我会特别邀请我们公务以及我们区公所相关单位，跟业者、跟市民朋友，大家一起坐下来面谈。政府的态度非常的清楚，一定是就责求偿，站在市民朋友的这一边。侯友宜表示，着要过年会较保守安置的居民，拢会当得到照顾安全来过年。也来下晡的时阵呢，也会邀请公务单位、区公所，也个业者甲市民来共同开会，追究这个责任。以上是来自公视台记者郭国林、卓凯的新北市连线报道。咱再来看宜兰有一个17岁无驾照的少年人，讲是赛车要载啉酒醉的朋友回去伫路林从红灯去弄到一台货车，车哥冲入去一间新娘纱店，现场是怒惨惨货车的驾驶送病院急救，加载是无性命危险。这台惹事的轿车车顶是坐4个人因嘛是车祸发生了就落跑，今仔早起才个登去车祸的现场。这个到底是向赛的车咧？警方表示讲爱个调查。
监视器画面看到一台货车透早准备通过路口，所后一台弄红灯的轿车弄到，轿车随后冲至一间分尸点内，现场是路畅畅。小货车驾驶捌掉伫桥内，互救出了后送医无性命危险。受害店家血报告场看甲拢讲去。几乎整个下面的营业店面是几乎全毁了。全毁了，那这样损失大概多少？100万跑不掉。根据了解，这台轿车顶有4个人，早起到事故现场，甲分尸业者会死嘞，佮大验赔偿所有损失。其中一名17岁细破少年，讲车是驶的，载3名啉酒的朋友要回去三星乡。我没有很会开车，我就想说赶着回家。因为轿车掉速了后，车顶4个人拢逃离现场，环境到场无法度确定驾驶定是啥人。调看路口监视器也无法度厘清，目前只会当确认轿车有弄红灯甲肇事盗窃的违规。驾驶人逃逸离开现场，车已肇事后，是否涉及其他不法，警方正积极调阅监视器厘清中。警方表示，专案下调肇事盗窃等罪嫌侦办，轿车监视涉及其他不法，已经继续调看监视器厘清。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这礼拜会有2尊的冷气团影响台湾。今仔透早，北地上低温是伫苗栗的三湾，降到4.2度。气象署表示讲，拜四阁有一尊强烈大陆冷气团水汽较高，天气会搁湿搁冷。拜五、拜六西部佮宜兰地区只有10度到12度，东北部2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可能会落雪。拜二透早受大陆冷气团佮有辐射冷却的影响，伫苗栗三湾降到4.2度，这是入冬以来平地上低温。气象署表示，拜四开始受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各地温度会搁较低，台南以北可能会出现10度到12度的低温，广阔的所在受辐射冷却的影响，温度可能会降到10度以下。那我们预计就是说，在这段期间的话，包括甚至在整个西半部，然后跟宜兰地区的一个低温上，大概就是有落在10到12度左右。然后在其他地方的话，只是在15到16度这样一个温度。那当然就是说，在有些空旷地区以及金山区的平地，温度上就会再来得更低一点点。气象署表示，接下来这几天要注意辐射冷却的影响，透早气温会增加。拜二各地天气算稳定，不过对拜三开始水汽会略略增加。拜四强烈冷气团落南，而且这波冷气团水汽较高，一直到礼拜的天气拢会是淡冷。在礼拜4之后，一直到礼拜6的这段期间，包括甚至在北部、东半部地区以及中部的山区，都还是会有一些局部降雨的一个情况出现。那但是在其他地方的话，甚至在中部的平地，然后南部地区以及外岛的部分，都还是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气象署指出，后一波强烈冷气团拜四开始影响，到时阵东北部2000公尺以上，佮有中部以北2500公尺以上的关山有机会落雪。气象署提醒民众，拜五、拜六是上寒的，一定要注意衫敢有穿服够、穿服少。记者张家琪、谢桂玲台北报道。民进党团的总调郭建民最近呛讲要罢免立法院的正副院长，甲国民党的立委。国民党今仔的党团大会嘛决定讲要来发动罢免民进党38个区域立委，讲会分阶段来进行，选个大罢免的时代开战。立法院的调野对立是愈来愈厉害。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民最近呛声讲要发动罢免立法院的正副院长韩国瑜、江启臣和41席的国民党区域立委。国民党团即马决议讲要以罢制罢来反制，宣告讲大罢免时代全面开战。我们党团已经决定了，他们全面罢，我们也全面罢了。不是罢10个，罢38个，就以罢制罢。赖清德得票率40%嘛，蓝白合起来绝对压过他们的。罢掉再改选，民进党席次一定掉的。领纳税人的税金干政务委员的陈时中可以搞大罢免哦，九龙他不回应不处理，我们就会反映在预算提案上。因为行政院政委陈时中进前嘛伫空中呼应郭建民的讲法，和民众党团批评讲伊无责任。不过对罢免议题另外的内部，敢若是无共调。民进党中央嘛表示讲，对这并无具体讨论。党团的干部嘛连续几天拢到达东亚。每一个立委都把眼前的工作做好。这个会期的工作就是完成总预算的审查，交由民意来做最终立委适任与否的定夺。罢免是宪法赋予人民珍贵的权利，不应当用报复或者是以罢制罢
这种心态来面对。调野正到遮尔厉害的时阵，立法院长韩国瑜暗算要伫18带团去美国来参加川普的就职典礼。伫启程进前，赖清德总统是邀请伊临加比的约会。根据了解，副方已经提出邀请，有可能时间是伫15还是16，敢会当来烧透调野纷争是真受各界的关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警察人员人事条例修法，若被党团提案，要甲警察的退休所得替代率的上限调到80%哦。有民间团体早起就伫立法院外口抗议，表示反对。我们非常充分了解警察的辛苦，今天要调整警察的勤务津贴，我们都没意见，但是我们坚决反对不合理调高所得替代率高达80%，让我们退抚基金加速破产。另外，台湾劳工电线秘书长孙友莲嘛批评讲，这款修法会造成国家的财务危机哦，嘛伤害世代正义。专案书报嘛烦恼讲，若照目前的提案来修法，对其他的公职人员并无公平。立法院民进党团是强调讲，若提悬退抚基金会提早开了。也毋过哦，若别党团是认为讲修法是要来增加对警察的保障，今仔要拼伫立法院商讨。咱再来看，立岛加有一个受刑人王天佑，昨下晡逃出去，暗时哦加才发现，落尾这王天佑可能是因为天气上冷咯，佮家己搬墙转去加，秘伫加的员工宿舍的附近哦，结果互掠起来，移送地检署去侦办。加是表示讲，伊可能是因为两届的假释拢互驳回，才会逃押。入夜了后，绿岛冷风咻咻叫，街路拢无人，大部分店家提早关门，家户户的门甲窗仔拢关条条。因为绿岛家一名受刑人王天佑，我甲脱逃，绿岛乡公所呼吁民众暗时啊避免家己一个人外出。警方出动几啊名警力，全岛展开搜索。这样脱逃是好易逃不掉的啦，因为现在绿岛的那个渔船哦，渔民的渔船也不是随便让你就可以这样开着就走的，现在又港口海巡单位又那么注意。王天佑因为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到绿岛港坐驾，车来下头脱逃，解放同仁用无线电呼叫支援警力围捕，有缘未负阻止。警方对岛上港口机场加强巡逻。到伫暗时9点外，交警人员发现王天佑藏入绿岛公家职员宿舍楼顶，警方接报到场，用油性的苦劝了后，将人逮捕。迄当时伊一穿雨衫、底裤甲头壳顶的碰色帽啊，真歹无痕，亲像天冷挡袂牢，家己变墙登到公家。正面了解应该是属于这个假释的问题啦，就看地检署这边有没有人需要访问他，有没有人需要询问他的。即卖绿岛感觉以关押当刑犯甲男性受刑人为主。绿岛乡长表示，已经活3年，无发生过逃押的事件。即摆王天佑出入刑期是1年10个月，进前捌2摆申请假释方驳回，伫服刑期间趁机会脱逃。后手会由台东地检署侦办处理，进一步厘清逃押的原因。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哦，又搁有新的诈骗手法，有民众投诉讲，伊的朋友互骗去缅甸的诈骗园区，本地讲是一间贷款的代办公司在找人哦，只要飞去泰国办新台票220万的贷款，抽5趴，大概是当赚12万。机票搁有饭店拢是公司付哦。结果伊的朋友去年10月中出国了后，就失去联络，后来是有伫网络顶头向亲戚朋友来喊救命。警方表示讲，这民众目前人伫泰国，嘛已经在侦办咯。讲好要到泰国到机场往饭店的途中，所一路防载去偏僻山区，遮侪原来防载去缅甸诈骗园区变成受害人。受骗的异性男子失联2个月，才去透过社群联系到朋友，讲互欺凌，佮爱70万到90万的赎金才会当放人。伊嘛讲当地还佫有60外人受困。他是被骗说不用还的意思吗？超过了1个月前，他就是突然有办法在我 IG 上面给我那些求救讯号地点那些。异性男子去年10月发现有贷款代办公司咧找人，对方讲只要飞去泰国到当地申办大约新台币220万的贷款，会当抽5%的赏金，台票大约12万。去的机票还佫有饭店的费用拢是公司付，伊非常的欢喜前往，才发现原来是骗局。
本分局立即告知渔女，该男已经出境，并依据失踪人口查询作业要点规定，立即通报外交部紧急联络中心协寻在案。疑姓男子伫高雄的亲人，去年10月下旬来报案，警方查这当事人已经出境到泰国，通报外交部来找人。目前掌握伫台湾甲疑姓男子接触的嫌犯，通知对方到案说明，后续嘛按照妨害自由等罪嫌，以往苗栗地检署来侦办。公司新闻王柳婷、柯正俊高雄报道。进前某一个花舞的表演者，被骗去泰国表演，却被带去缅甸。外交部嘛表示讲，海外救济的诈骗有愈来愈多趋势哦。诈骗的手法嘛是百款，找人去办贷款，通抽口笔相，是上新传出来的诈骗手法。今仔卖个骗啊，咱就要请一案为咱来解破上新的救济诈骗。解破新闻，卖个骗啊！我是志干。今仔解破新闻要来讲，最近台湾人去缅甸甲泰国失踪的代志是愈来愈多。这些人有一大部分拢是靠人口买卖集团卖去做诈骗的共犯，做猪仔去用虐待。前一阵仔，才有一个花舞的表演者被骗讲，因有表演的机会，出国人煞无去，到单也是无消无息。那讲到即卖诈骗，又搁出现新的手段，即个是透过社群平台，讲要找人出国做人头去银行来借钱办贷款，假做讲你是大头家，要开新的公司，需要现金来周转，若袂晓应对嘛袂要紧，因为剧本会当互你赔，搁唔免来还钱，是诈骗集团来还，搁会当来趁这5%的commission。那是以顶头新闻讲照220万来讲，得当摕到11至12万。不过这买去嘛是有条件的，有年岁限制嘛袂使有案底。这世人嘛袂使过来缅甸甲泰国。这讲是讲规堆是有够好赚的，所在这一切拢是假，因为对于出国打到缅甸甲泰国的土地开始，都有人咧安排派车甲你押去诈骗园区来做诈骗的共犯。那唔将就甲你虐待，若要讨人，若要赎人，当然嘛是无问题。不过这行情一般拢是180万至200万来起跳，那无就拢总拢免讲。咱的刑事局有警察都提醒讲，因为即马真侪缅甸甲泰国的边境所在，拢是地方的邦政府来管理，开销这当然就是靠诈骗集团、诈骗园区来负责的。这邦政府就会提供因武装的保护。这缅甸甲泰国因的中央政府根本就管伊无法，咱国嘛更加是无可能去甲诈骗集团来谈判，照因的条件凊彩提钱去救人。敢若会当继续来宣传，来提醒民众，千万要爱细理。以上就是今日解破新闻，将镜头搁交转去主播。感谢一安哦，咱继续来看代替转型做公司了后，这一期是开出699个亏，薪水是对36000块到43000块。代替的产业工会是表示讲，虽然薪水是有比去年较悬挂，也毋过嘛是无法度应付通货膨胀。望讲交通部会当来重视代替加薪的问题。代替公司化了后，招募第2批的员工，拢总开出699个亏。助理工程师甲助理管理师薪水为43000起跳，限制大学出业有相关的经验，也能研究所会当直接来考。第9届以上的站务员等等的亏，月级是40000起跳，也若第11届服务员，高中出业就会当考，月级36000起跳。除了在业的，嘛开出1000外的彼此的名额，彼此的资格甲后一届招考进前拢有效。除了我们现行已经知道出缺的人，我们还预估到会有一些自愿退离的部分，或者届龄退休的部分，我们先都把它预估出来。这批招人开出来的薪水，经过去年行政院协定调整，待遇已经比过去提升。目前这位是起1800块至3140块不等。不过代替产业工会认为讲，薪水调整了后，要是无啥有吸引力。代替内部嘛有袂少员工，哪做工课，哪考其他的国营事业。在持续有员工离开的情形之下，产业工会初步估计，目前还佫欠2000人。第一线排班的情形，卡手也是真严。公司化开始嘛，因为你离退的非常多嘛，所以现场的人力就非常不够。有运务的话，就是
像我们站就走了大概快20-30个。以这样的薪水来说，如果没有考虑到奖金的话，可能相对来说，不见得有这么高的一个吸引力。学者指出，代替转型做公司，头一年得了差不多120亿，都要想办法拍好平，甚至是有趁钱。回归到经营绩效，有利润才会当有相对的奖金来鼓励员工。那股市以薪水来看，要请大家来加入，恐惊是真恶。公司新闻台北报道。咱再来看，环境部推出好空气系原池，邀请各界来提出改善空气品质的办法。今仔早起有环保团体是讲哦，伊希望环保署停止家人协和电厂的任何计划。因讲，就算改造天然气的电厂，嘛是无法度来解决当地空气污染的问题。家己带来小小的许愿池，甲改善家人空污的各种愿望投入去。守护外木山行动小组甲团团，下早啊来到环境部，要来响应好空气许愿池的活动。家人市员陈冠武指出，过去烧重油的协和电厂长期污染地方，身为在地人，直接向环境部提出改善空污上简单的方案。如果今天环境部他真的要让我们许愿，现在有一个你最简单的方案。就是把4街不要盖了。环团不满，台电宣称改建协和电厂会当改善空污，但因为管制标准加严，烧重油的老旧机组本来特别如期来除役，更加批评改为天然气电厂，嘛是小想排放污染。停止燃气漂绿，它每年会排放粒状物、硫氧化物、氮氧化物等，总共加起来一共有1221.1公吨。在地团体中心反对协和改燃气，别让协和4街以减碳之名行增碳之实，以能源转型之名行回港灭世之时。民间团体来到环境部来下愿，环境部回应相关意见会收集起来，经过公民讨论，举行研讨会，进行通盘的考虑，再甲各部会来研商，评估是不是纳入后一期的空污防治计划书。未来一定对基隆会好非常多。那主要第一个就是因为天然气它没有硫氧化物，没有重金属嘛，所以有关 PM2.5 的排放量会减少72%，少到72%，空气好非常多哈。未排放硫氧化物的讲法，互环团一语误导。台电去年底推出低影音，找来学者小停燃气电厂，指出污染比烧重油加真侪，而且发电量倍增，唔但对家人好，嘛对全台湾好。低影音嘛采访家人市里长、联谊会总会长，出面表态，多数里长支持协和电厂改建。为说下来特别定场会协和电厂改建宽并案，会对立之争扭开布幕。公司新闻林仁梅平遥组台北报道。咱再来看，去年底有一个查某人伫台北一间医美诊所进行电波牛皮，麻醉了后不幸死亡。有人认为讲是因为国内的麻醉医师无够，所以就有国民党的立委提案，讲心脏还是医师外科医师伫受训了后，卖当来帮病人麻醉。也毋过，台湾麻醉医学会是批评讲立委的提案是糟蹋专业。会出问题哦，绝对唔是因为麻醉医师下手无够。去年底，一个49岁负责人伫台北市一间医美诊所电波牛皮，想不到伫麻醉了后，血氧的浓度无稳定，怎向死亡。外界有人认为讲是麻醉医师下手无够所致，所以国民党立委苏清泉提案，心脏或者是医师外科医师受训了后会当执行麻醉的业务，不过引起台湾麻醉医学会反弹。所以从头到尾。还是那句话，台湾麻醉医师绝对没有不足的问题，是怎么去妥善应用的问题。既然是以这个前提之下，所以立委的提案八竿子打不着啊！一个医美的麻醉事件提到所谓的麻醉人力不足，这根本不一样。吴恩平表示，台湾每10万人都有6.88个麻醉医师，日本敢若3.66人，并不是骹手无够的问题。也若非麻醉专科的医师，敢袂当甲患者麻醉。切了包括卫福部、麻醉医学会等等的单位共同开会讨论，最后达成3项共识。其中一项就是爱提悬重大手术麻醉的健保给付，增加麻醉医师执业的意愿。我有答应他们要赶快写来，然后用陈情案件，我们来找健保署直接把它调高。麻醉医学会呼吁卫福部应该全面清点医美诊所，才会当甲麻醉科医师的人力好好来运用。民进党立委林淑芬指出。全台湾几百间医美诊所，不过所干那40多间有参与评鉴。用高风险高的这个医美手术的医美诊所，要强制配备麻醉专科医师，
这个是我们咨询的重点。另外2项共识，包括落实医美手术麻醉的管理，也有研究人工是牛奶尖的麻醉药啊，安怎来管理？相关的细节会伫申请了后继续来讨论。公视新闻台北报道。新南向政策对2016年实施哦，新南向精英培训专班是对2002年开始。高大嘛已经有来自12个国家221学生参加咯。今仔日要办第3届的结业典礼，有真侪东南亚学生拢表示讲，透过这课程哦，因了解真侪台湾产业的知识甲文化。为着要促进台湾甲新南向国家伫咧多元产业、政府和学术等等的合作，咱国自2016年开始积极地实现新南向政策，嘛加强人才交流。外交部自2012年开始办理连接新南向精英培育专班，让侪东南亚的少年精英除了深化对台湾优势产业的了解，嘛通认捌台湾文化。这个专班办到呾已经第3届，伫咧推出联合举办结业典礼。Topics in IC design. Fabrication and materials. We learn a lot of new information from our excellent professors and lecturers, and some of them even come from the industry to teach us about the real-world condition of the semiconductor ecosystem. 这段旅程中，有着许多深刻印象的回忆。我们会带着这个宝贵这个知识和愉快的心情回到家乡。伫这个新南向专班内底，课程的内容包括医疗、应属农业和半导体科技等等，也有学中文甲体验台湾文化交流课程。2024年度有104位来自新南向国家的学生，伫咧台湾各地的大学参与5个月的课程。外交部长表示，目前正在筹划提供友邦青年海外援助基金，希望台湾甲友邦国家之间的人才交流通继续稳定发展。Please share what you have seen, learned, and experienced in Taiwan with your family, friends, and classmates back home. It's in the coming years, I hope to welcome ever more participants from partner countries to this program so that our nation can grow and prosper together. 林教练讲，望这个来自新南向的少年精英，若是甲家己所学到的知识早长期发挥，透过这个专班所体验到的台湾文化，嘛通互这个少年家对台湾的民主文化甲多元社会有深度的认同感。林教练嘛望进一步促进台湾和新南向国家之间的关系。记者卢尚如、郑准由台北报道。桃园市是全国头一个县市，予合格代理教师的权益通比较正式的老师。嘛，对去年8月开始会当采购代理教师进前的年资。市政府是表示讲，补发的薪水会伫农历过年前立效，有1255个代理教师受惠。徛伫台前的教课，看起来正少年的黄培玲，其实做代理老师嘛8档啊，因为共工无共熟，做这个工课无保障，真侪代理老师对教育现场是真失望，拢转去做别行的。即马要找代理老师是真无简单，是全台普遍的现象。同时是大声推动代理教师执政年资的提升，对113学年度开始，就会替代理教师来加薪水。对我们代理老师来讲是一个很有保障，而且也给我们打了一个很有力的强心针，会让我们更愿意的留在学校里面去做这个服务。因为他们的工作有保障之后，他们可以安定心情下来。我相信，不管是代理老师或者是学校，还有我们受教的一个学生，都是双赢的一个局面。过去，代理教师并不是编制内正式教师的资格，无法度去计算因执政的年资。对于宪法法定113年宪法日第7号判决宣布以来，桃园市变作第一个采购合格代理教师执政年资提示的县市，而且会当登去到113年8月初1开始发放。硕士学历6年年资的老师来说，他急需后的经费就从54000元提升到64000元。那目前经费已经在本周核定到各校去，学校收到之后就可以立即的拨付给所有代理老师们。桃园市愿意替具有合格证的代理老师能够提高他们的待遇，那这个相信呢也能够让桃园在代理教师这一块能够让更多优秀的人才留下来。
在过年前，代理老师就会当收到这个大红包。若是以硕士的学历来加20年，正式教师逐个月薪水差不多是8万5，代理教师是5万2到5万5，一年就差30到35万。对汤圆推动的新做法，教师会除了表示肯定，嘛希望讲会当持续来提升教册的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地区学校教育发展条例实施第8档了，教育部逐档拢会投入25亿，也毋过偏乡老师的流动率嘛是个真悬。今仔一场公听会，关心教育的团体是指出讲，政府应该爱针对偏乡无教师证的老师来进行培训，嘛应该爱设偏乡老师考试的机制。教育部统计全台要挖1200外间偏乡学校，差不多5000外位代理老师。因公教育学会指出，这寡无教师证的老师，往往是偏乡上界有力的支持，大部分是在地人。也毋过要收成为老师实体学分管道无济，教育部应该针对偏乡的特别来发展师培课程。教育部应该要积极的去思考的是，怎么样针对偏乡的独特性，去发展一些教师专业培养的课程，然后也针对在偏乡当地符合资格、能够有潜力或者有意愿修习教育这些教师资格的老师，或者是这些储备的老师们，有机会可以去修习。用一般管道，予偏乡代理老师会当成为正式老师，兼具品质甲偏乡的特别。省治教育基金会甲为台湾理教嘛认为，因应偏乡师资培养应该有更较大幅度的开放。开放的师资培育以后，他还是经过国家考试才能够取得教师证，所以培训、资格认定跟就业任教这个事情，它是3个不同阶段的。也毋过嘛，出席公听会，全教总是认为问题无伫咧师培，是地方无愿意来开正式的课。因为老师的一个编制给他。我们不会担心说这个老师的编制是多的，因为老师可以去研究混龄教学各方面的一个处理，反而对偏乡留在那边的老师，他更有挑战性，而且他的一个工作负担不会那么强。几路的民团表示，降低偏乡老师流动比率犹原真有限，强烈希望来放宽偏乡师培。对此，跨党派立委发言来为修订偏乡地区学校教育发展条例，透过法制化予因支持。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国会初达完成准总统川普的选举人团票的认证程序，确定川普是以312票对226票选赢，川普20就要就职。另外，川普的封口费案这礼拜5会进行宣判，法官是已经拒绝川普的律师提出来的延长量刑的请求。Donald J. Trump of the state of Florida has received 312 votes. 在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和众议院议长强生的主持之下，准总统川普的认证程序真紧就完成，确认川普得到有够的选举人票，特别在1月20宣誓就职。选举人的团票初6运到众议院的会议厅，贺锦丽做参议院的议长，举行2院的联席会议，规个过程和平和顺利。I do believe very strongly that America's democracy is only as strong as our willingness to fight for it. Every single person, their willingness to fight for and respect the importance of our democracy. Otherwise, it is very fragile and it will not be able to withstand moments of crisis. 长久以来，国会统计选举人的团票数，拢敢若只是做官方的仪式尔尔。不过，伫4天前，川普想要推翻败选的结果，差不多有2000个支持者是拢入去国会大厦，想要来阻挡认证拜登选赢这件代志，结果造成严重的暴乱。但是，川普讲迄天的代志，煞形容讲这互区压的人是爱国者和人质，佮讲拍算要赦免内面真侪人。这是川普伫就职进前，佮面对这礼拜5的封口费的宣判。纽约最高法院的法官莫坎顶礼拜是拒绝川普推翻伊定罪的企图，佮甲量刑的日期安排伫初10，但是明确表示讲要互川普去坐监。不过，川普的律师有可能继续向纽约上诉法院来提出上诉。公司新闻台为人编译。再来看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宣布要辞掉执政党自由党的党主席，会先继续做总理哦，到自由党选出新的党主席。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准备要发表谈话，才行出大门，一阵风吹来，放伫台顶的演讲稿也甲规涂骹。杜鲁道今年53岁，伫记者会有重大的宣布。I intend to resign as party leader, as prime minister,
after the party selects its next leader through a robust, nationwide, competitive process. This country deserves a real choice in the next election, and it has become clear to me that if I'm having to fight internal battles, I cannot be the best option. 英国 BBC 报道，杜鲁道伫演讲讲，以北为中产阶级所做的努力，包括低收入公民减税，通过全国脱离计划，将部分的加拿大人日托费用降到平均一天10加倍，差不多大票228块，也对推萨加加拿大原住民社区的和解感到骄傲。还有永续经营水资源，佮为气候变迁政策所做的努力。不过伊无讲到，可能互大家拢记条条的，就是2018年和俄罗大马合法，因为遗憾的代志，伊承认讲伊无做到选举改革的承诺，就是改变伊得票数上侪候选人胜选的简单度数字。I am a fighter, and I am not someone who backs away from a fight, particularly when a fight is as important as this one is. But I have always been driven by my love for Canada. 差不多2年前开始，民众对高物价加厝无够大感到不满，杜鲁道的支持度就开始下滑。民调也显示，自由党伫咧10届选举输予保守党，逼退的声音就愈来愈大。去年12届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方慧兰因为政治意见无同，辞掉财长的职务。其实幕僚认为，行到今仔日这步是无法度避免的。杜鲁道2008年当选国会议员，2013年正做自由党党魁，2015年做总理。伊捌带领自由党行做上黑暗的时期，也因为政治世家的身份，人搁生做缘投，伫国际政坛领导人内面正受注意。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美国总统1月20日特别就职了，国务卿布林肯当时表示讲，有信心伫川普上任进前，佮达成停火甲放出人质的协议。哈马斯嘛公布一份34个人质的名单。另外加沙走廊已经有17000个囡仔无爸无母，大家拢盼望讲战争会当赶紧结束。细汉囡仔夜送饭，和阿嬷在耍，伊是战火的孤儿。即马和阿嬷阿姑住伫加沙走廊中部的纽瑟拉特一个难民营内面。一个伫咧北部做工课的医护人员，顶个月27才拄对战场转来。迄当阵以色列的军队冲入病院，甲包括医护人员在内的240个巴勒斯坦人绑走，互放转来了后，因为欠医疗资源，家己有医护专长，伊决定要继续奉献。شايف يعني ايش نقدر نتعامل معها يعني كانت تجينا اشلاء يعني كانت تاتينا اصابات。赶快嘛是无好过的是以色列人质的家属，尤其是看到哈马斯发出一个34个人质的名单了后，这份名单会当伫谈判的任何阶段单成就放人。迄天因就举行无啥抗议，因为放人的时间就是即马。היום ככה, ובכלל בשבועות האחרונים עם כל הדיבורים והשמועות, יש חשיבות יותר גדולה. 他们以色列起冲突的哈马斯后壁支持的势力是黎巴嫩真主党，在美国斗协调之下，特塞哈克斯汀初6和黎巴嫩国会议长博瑞针对以色列和真主党停火和停止敌对来进行讨论。以色列迄天就会对黎巴嫩边界纳库拉定在所在撤出。These withdrawals will continue until all Israeli forces are out of Lebanon completely. 联合国统计，对以哈冲突以来，加沙已经有超过17000个囡仔变作孤儿，14000个巴勒斯坦囡仔伫战争内面无命。加沙走廊已经轰拍甲烂糊糊，世界拢是崩溃了后流的喙照沙土。230万人口有9成即嘛无所在通住。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伫访问南韩的时阵讲，有信心伫川普上任之前，搁一摆推动达成停火和放人质的协议。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国军春节加强正备操演起鼓了，由天下第一旅陆军的五四丽丽模拟解放军攻击新的空军基地，是以阿帕奇直升机、乌鹰直升机和鹰号战车分别驾车来进行抵抗联合作战，加强实战的训练。我军部队实施反制。模拟强军无人机飞去新竹湖口空军基地，对空中收集机密资讯。国军也各造的无人机干扰侵犯遮蔽敌机降落，扰乱敌军作战计划。面对强军攻击，快速占领新竹重要目标，陆军5四2旅接到命令，派联兵营执行支援作战。侦搜距离最远可达30公里。
国造的摩羯无人机正做部队伫天顶的目睭，透过战场侦察掌握强军动态，传回上新的敌情。目标区实施俯冲攻击。陆军航特部的阿帕克第10机先出动，用开大火力压制掩护主力部队。现在。2只乌鹰直升机载满敌战人员为空中降落，展现坚强战力，快速攻入去敌军目标区。同这时阵，地面部队2大主力 CM-11拥护战车分靶架车甲强军相战，国军也透过拥护战车请演出来掩护分靶架车行动。刷落来分靶架车内，国军落车掩护敌战人员进入徛家超吹演练限制空间战斗，展现车顶战训的成果。强军部队大部分拢已经互拍败，阿帕克直升机冲入来，甲拥护战车、分靶架车同齐攻击，展现陆军联合作战能力。面对强军侵扰，台海局势紧张，国军过年正常备战，有未少少年新战力投入国军，其中就有女性的炮兵，互操演增加无同的焦点。用运动时间，然后去让自己重训那些就是运动，然后让自己体能变更好，这样就对那些航弹那些都有帮助。是借由营部的陆航官实施路面的通联，所以是由他引导空军部队，我们的陆航部队与我们的地面部队实施火力的协同。国军春节加强战备操演第一天，由陆军5四2旅，又称天下第1旅大头阵，联兵营可说是精锐尽出，派出了陆军的兵力以及说空中的部队进行协同作战，同时也向国人展现保家卫国的决心。以上是公视记者黄子杰、谢振林在新竹的采访报道。咱再来看，有一台太阳能的货车，昨中到12点外，伫后尾交流道冰车，车顶是有3000瓦粒的电池哦。伫今仔透早5点左右着火，消防员是赶紧喷水来降温，附近嘛先封路咯。一阵的火势为变去火车后边继续咧炭烧，消防人员刚才大声对油箱转水降温。这台载太阳能柜的火车，车落中道伫咧后尾交流道路口发生事故冰车，因为车顶还有载3000多粒电池，所以消防人员随赶到现场封路警戒，就惊火势继续炭烧。那直到今天半夜大概5点的时候，它就发生那个热反应，然后产生喷射起火的状况，那我们就持续用那个做防护让它不要再扩大。就是事故嘛，车辆事故嘛，对，就是我们那个电池，对，我们还在评估，消防局表示，这台载太阳能柜火车是要为台中路南去云科工业区。冰车了，因为离电池的受损状况也无清楚，所以厂商是建议先要甲刷位。若倒火了后，嘛袂当直接甲转水。目前敢若会当先等电池的火烧反应结束。这条路是从斗六往高铁的主要要道，因为双向有封闭，目前用路人只能做改道的措施。现场的状况是产生明显的这个黑烟。我们也将评估是否依照违反空污法第32条来进行裁处。环保局表示，已经有派人到现场做环境检测，若是有造成污染违反法令，相当会当罚到500万。若考虑到人甲车的安全，目前桥脚的双向道路是先封起来。记者王维雄、云林报道。因为不时有民众反映讲，高雄坐运车厢的三角条影响出入无，那有提大型的行李箱是真无方便。去年底就开始拆除了，今年会全部拢拆掉。也毋过，有民众有无同款的看法？高捷进站人少的时阵会当顺顺行入车厢，毋过人若伤济时，亲像是去年举办演唱会，卡袂到都是几啊万人要坐。这时车厢内底一支三角条都会互人感觉崎崎。高捷公司接到民众的反映，对去年开始陆续拆除车厢内面的这支三角条进行改装。会有民众跟我们反映说，觉得说，他可能携带了一些大型的行李，或者是说，我们在一些人潮众多的时候，他比较没有办法站立。好，那我们就希望说，可以把这样子拥挤的人潮呢，可以往车厢内部疏散，所以我们才会想说，试办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高捷拢总有42台车，目前已经有4台车完成三角条的拆除，而且伫咧安全顾虑的方面，有增加互民众用手扣的条款。对这项新措施，民众有人赞成，嘛有人有无同款的看法。可是有一个缺点，就是说万一
万一有小朋友，他可能需要，因为他没有办法拉那么高嘛，他那个万一周围都是人的话，他根本没办法。他那个地方，他一定要扶着，要不然小朋友万一人很多，没办法走。对我来说没有太大影响，因为就是我没有常常就是拿着行李，还是说，其实我觉得有那个上面的把手就很方便。国际公司讲，高雄市民坐捷运的习惯跟台北人无同款，北部人唔惊客，南部人爱坐较省力，尤其载客量一年比一年增加。透过车厢的改造，希望会当互民众有更较舒适的坐车环境。做得来也被改造的车厢，会等待零件到货以后进行改装，按算伫咧今年底会全部完成。记者柯家族、柯昭阳采访报道。来看新北市的宾客天顶节录会伫2月7、8、2月12这2天举行。在地业者是讲去年的天顶节是疫情过后的头一摆，经期阁还未完全恢复。望讲今年人会当擦，生理会当抢滚。天顶豆豆飞到天顶，真壮观。人讲南棚啊跑北天顶，当年关山附近办的宾客天顶节，拢成真侪国内外游客到场体验放天顶。今年的宾客天顶节要伫2月7、8、2月12举办。在地上款讲，今年天顶节的商机，只有机会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标准。去年因为是疫情了的第一年吼，渐渐有恢复这个人潮参加啦，嘛是期待啦，因为今年是疫情的差不多是第2年了。因为平常时即马规个区的这个生理渐渐已经是恢复到差不多一个袂歹的一个状况啊，虽然无讲甲比前同款啦。拜二新北市府也办记者会，宣传今年的宾客天顶节。虽然放天顶真水，但是天顶世界杯小村的天顶骨架本数可能落到山林内底，影响环境。新北市长侯友宜讲，活动煞果会举办净山活动，出动时间回收以外，市府也等咧设主题条例来管理。除了我们环保天灯在这一段时间都有在推以外，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平溪天灯的释放的自治条例，我们会经议会同意以后，我们会从这里面如何回收，以及如何来保护整个环境的优化。虽然这几年有新创团队发明全部纸做的环保天顶，放起伫天顶就会规个烧掉，无留本数。新北市府也鼓励在地店家使用，但是相关协会理事长王胜开讲，因为环保天顶规个烧掉会增加碳排放量，敢有真正较环保？大部分业者也是观望的态度。记者郭林卓凯新北报道。伫灶骹擦米粉的是李姓阿嬷，今年80多岁，少年时做30几档的水骹，即届伊重新转去灶骹当鼎灶，拢总传60几项菜，要互50几个平常时陪伴伊的社工和朋友斗阵食，提早围炉。我即摆是做趣味的，较早咧，较早是做趁钱的。阿嬷讲，即届菜单真特别，是伊和据点的朋友斗阵想的，因为大家喙齿无好，爱传一寡好补的菜色，亲像鱼翅冬啊、菜头粿、金粿、米血等等的好料，互大家欢喜热烈食团圆。惊创鱼，大家会去店着插着，唔敢创鱼啦。就想安尼，该用啊，我白想，我白用的啦。那是拄到独居的阿公阿嬷吼，我们会传那个年菜，然后上去引导。那我们也有说，伊是独居的，然后我们找几个技工啊，跟有工作人员一起到他家围炉安尼。弘道老人基金会表示，据点拢总有3成是大是大鸡，无依无我的是大人。基金会会伫咧过年进前替因传好年菜，嘛邀请社工、技工陪伴大鸡的阿公阿嬷做伙食团圆饭、大春啊，或是大伫咧过年过节袂感觉真孤单。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廖庆基歌戏文教基金会2005年的经典大戏《七世夫妻》，由资深的演员带少年辈会伫今年的8月演出，咱先来看卖的。
台顶表演的歌戏戏剧合作7对夫妻，内容是咧演经同剧女两人因为做唔到代志，互剧方大地处罚到人间，两人必须轮回7世，爱甲真辛苦的故事。因为第一世，比如说孟姜女吼，加万喜良，那第二世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啊，第一世安尼转落去安尼。这是廖庆基歌戏文教基金会所制作的经典大戏，会用3天的时间分做7场来演7世夫妻的故事。为着要世代传承，规出戏对导演、制作、音乐、执行等等的职务，拢是5、60岁之前的资深前辈来带领。如果这戏是用5年级的这个监工来演这出戏，其实阮无压力。阮真无压力，但是因为这摆阮最主要是一个新团的意义。那么这个新团的意义就是讲，阮希望将咱少年的这个演员会当撒去伫舞台顶，吼，真侪观众朋友了解。基金会表示讲，即马有真侪20几岁少年人愿意来学歌戏、唱歌戏，替歌戏注入新的活水。因嘛希望歌戏的传承会当亲像这出7世夫妻的大戏同款，代代流传。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下晡晡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19度。中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2度。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4度。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1度；外岛地区上低11度，上悬18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